钱就伤感情了，但是到5566到现在也快20年了。就是因为这样讲钱才伤感情啊！回去翻你金库看他包多少。掌声欢迎主持群出场，有请孙贤志、王仁博、许梦辰。好，三位主持人尖叫，再一波。没有。好，我们正在这个红点这边，我们现在先让这个摄影大哥先拍张照，三位先合体拍张照。摄影大哥，我们的直播也是继续，或者是你们可以叠罗汉或什么的。他们今天知道我是主持人，应该蛮紧张的。我觉得玩游戏的时候考虑会更多了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以前玩游戏就是没关系，反正什么东西我就是冲，但是现在冲的时候会先想到第一个想到的是安全，对，然后会想说，虽然我们节目一直以来也不会说真的玩到那种玩命的那种游戏，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会想说要顾虑到自己的安全，然后比如说你不想要受伤，因为你还有其他，要么也是其他的工作，那要么也是说我不想要，家里在顾宝宝已经很忙了，那如果我自己受伤又变成是一个负担，那我就会考虑到这一块。就我觉得人的缘分本来就是很微妙，对啊，我自己也经历过了一些事，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很多东西你想太多了或干嘛了，好像也都没有意义，所以跟着时间走，然后该到那个时间点会发生什么事，比如说凤哲也是突然之间有小孩了这样，那我觉得就老天爷该这个阶段该让你得到什么、拥有什么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会有。那拥有了之后，就是我们大家要很努力、很珍惜的去把所有的事情做好，这样。这个人选还在想。找鞋子跟下雨呢？我不行了啦，离过婚啊。对啊，当然不行啊，而且伴郎没有年纪结婚也不行啊，结过婚了也不行啊。对啊，现在不能比新郎年纪大吧？我记得。没年纪可以的吗？年纪是可以的，年纪好像是还好。不会。6位数吗？不会，6位数是多少？看交情啦，看接下来怎么做讲钱就伤感情了，但是到5566到现在也快20年了。就是因为这样讲钱才伤感情啊！回去翻你金库看他包多少。